Train 哥倫帶你去黃色大門後面解鎖神秘 cocktail。大家有冇嚟過上環荷里活道隱藏喺呢個黃色門後嘅酒吧 The Holy Wells 呢？大家想入去要先敲呢個鈴鈴，有人認先入得去。入到嚟好有英倫風感覺，因為老闆夫婦都係英國翻嚟。不過佢哋新 menu 就以環遊世界做主題，用唔同地方嘅特色嚟做 cocktail，一共有8杯，大家飲晒仲可以解鎖香港特別版 cocktail。8杯入面最特別係呢杯 Citron， 佢係杯落咗花椒、西芹、花菇同紅蘿蔔嘅 Pisco Sour， 中意鹹辣怪味嘅一定要試。哇！呢個真係有啲辣味嘅喎，不過好刺激啊！我自己就中意呢杯 Japan， 係杯士多啤梨抹茶奶泡，加上 Mill Wash Whisky， 仲有柚子、薰衣草同朱古力嘅 Fizz。呢個好易飲啊，抹茶加士多啤梨，又酸又甜，好飲。呢杯 Vietnam 就用越南最出名嘅咖啡作為主題，呢個都幾 strong 喎，但係佢係一個比較凍嘅一個比較 creamy 嘅 Irish coffee 嘅 twist 咯，幾好飲。大家每飲一杯都可以儲一個印仔，飲晒8杯就可以解鎖中間個杯。呢杯係代表香港嘅，用一個茶壺裝。至於其實係咩味，我決定唔話你知，等你心思思過嚟試晒咪知咯。